炎热的天里吹来夏天的风，有一股甜甜的滋味哦，那是时代的滋味。宝山里有一些居民早期是以制糖为生的，而近年来转型后，这些社区有好多不一样的活动可以体验。我要选一个最消暑的，第一步先来去砍甘蔗喽。太太你好，我是民主，俺就摸很多嘞。好酱的油。那你现在是在？我俩在秀甘蔗，秀这个好酱，对不对啊？那我来帮你好不好？可以呀。跟你一起帮忙，我帮我准备这个礼吗？好，来。后台再应该让你腾熟。好啊，来啊。哪一边是要除掉的？从安尼来做，刮它来，夹去放了白开机后，甘蔗还摆上楼挺酱。这一站的宝山宝物就是甘蔗。制糖产业渐渐转型为观光形态，从砍甘蔗、制糖或是做成饼干，每一个环节都可以报名体验哦。看着我曝晒在大太阳底下，是不是以为我选错活动啦？那你们可就错喽！带着我砍好的甘蔗，现在这个步骤才是消暑的开始呢。民主俩很爱的，刚才咱的甘蔗。你出来甘蔗汁，那这个是什么？也是饼干、甘蔗水甜，还是做那一做那个饼干啊。接下来喝喝看这个甘蔗汁。要放姜哦，放姜哦。哦，你甘蔗汁冻清凉哎，因为这种甜味是很天然的甜，好，而且吃了不会腻这样子。对呀。而且现榨的才会有这上面这些泡泡，对不对？对呀，就现的气呀。新鲜的东西有泡泡，真的。它是越煮越从来的类似纤维啊。你刚才说这个是永不通，做完还有甘蔗汁，也有在这里面。对，茶。很好吃啊。夏天来到宝山，我终于在这里找到两片给清凉哎。一定要喝这个甘蔗汁。啉甘蔗汁冻清凉，酷热的夏天里，跟我一起吹着甜甜的风，喝一杯甘蔗汁吧。